喺繁忙嘅香港鐵路網絡中，有一個消失咗嘅神秘車站——林士站。相傳佢原本係1970年代集體運輸計劃總報告書中嘅一個重要一環，佢同上環街市相連。但係呢個車站從來未正式啟用，最終被遺忘喺歷史嘅角落。相傳喺施工期間，工地怪事頻生，上環同西環一帶一直被稱之為猛鬼之地。呢度曾經係鼠疫嘅重災區，日佔時期設有軍營，仲有唔少義莊同埋精神病院嘅故事流傳。有人目擊到白衣女子徘徊喺未完成嘅月台。據說林士站喺施工嘅期間，工人連接離奇死亡，佢哋嘅死因冇辦法解釋，似乎喺隧道裏面某種未知嘅力量有關。但係靈異傳聞同埋工程變更，最終令到呢個車站成為其中一個港鐵嘅都市傳說。究竟港鐵點解要將佢取消呢？係唔係真係因為咁多靈異事件呢？答案可能永遠藏喺嗰片黑暗之中。